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文心的，赶快拿来我们的大导演。黄文心的丢高家支持了，谢谢。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 ！CD 拿来，快点 ！CD， 快！对 ，CD 比较重要 ，CD。文心的 CD， 我刚刚有一张哦，哎，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好闪亮，黄文心的新专辑《爱那西》，爱若是。转过来，在这边。主打歌是丢告家，包装好漂亮，哎，这是好特别哦，糖衣的概念。现在外面已经买得到了吗？买得到了。看这个好像以前的那个很好吃的糖果，哎，就像一封信一样，你看，帅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就是像糖果包装纸的概念，对啊，糖衣爱情像糖衣，对，然后打开它，这个像你有糖果有包装纸有没有？然后啊，这像不像糖果？真的哦，糖衣跟糖果的概念，对，就像一颗糖果这样子。这个就像糖果，而且我跟你讲，这样很环保哎。哇，恋爱是甜蜜的。是啊，是，而且呢，你看它的后置啊，然后一些那个都写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这边都有哎。这是谁设计的啊？真的很特别的设计，就是当然是我们导演哦，谢谢我的团队，怎么这么优秀啦？是不是很棒？一定要支持哦，一定要买正版，歌词本对不对？这是歌词本，耶！你看，好帅哦！我刚跟他拍照，他怎么拍脸都小，我真的是很气。就换一个角度，很气呀！他换一个角度，然后在前面呢又很说真的，戏能演，歌又能唱，真的。你看，脸小又好拍，真的。你看，歌而优则演，然后再来就要主持了，对不对？再来就3期了，真的是。你看，里面好帅哦，有没有？这么天才。真的啦，好帅！你看，都是弓啊！天哪，是不是？真的哦，没有那个材质。对。有没有？找了多久啊？一举手一投足，就是帅。找这个材质，我觉得乔姐已经要，就是还是有这种感觉，爱上了小鲜肉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这也算是这个已经是天菜级的喽。OK， 天菜，哎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看到男生这帅就是这样子。请大家多支持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文心的新歌，他的新专辑叫做新专辑的名称叫做《爱那西》，爱若是嘛，爱那西。对，然后呢，主打歌是丢告家，丢告家，文心在直播，文心来了，哎，天菜来了。我只要看到男生就会这样子。这个是直播乱撞的。对，哇，你看他脸那么小。没有啦，这样就。哇，这样子这就有点夸张了。瞬间，我必须要这样。没有，还好。这脸真的很小，而且它整个是尖的嘞。还好。你要帮我拖。好了，我回来了，马上回来现场了。是。嗨，小友你好。今天很开心，而且其实那一天呢，在仁德路超越的时候，我们就碰到。是。但是因为那天呢，就是晚上的时间已经比较晚。其实大家都很赶。对啊，也很来不及打招呼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哎，刚好呢，就有这个机会，你看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帅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就说，所以我们线上的好朋友要支持，赶快哦！你自己再介绍一下，我们刚刚已经可以介绍新的台语专辑《爱若是爱那西》，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台语歌曲。那这个台语歌曲主轴是用比较国语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来编曲的。那希望用不一样的台语音乐，然后更贴近大家，更贴近年轻人，让这个台语歌曲能够好好的传承下去。这样，清唱，好厉害哦！哎，你讲台语啦，你唱台语。讲台语吗？你演戏还甲我讲，你讲几篇国语，咱拢听台语的啦，大家拢听有啦。现场要清唱。要不要听？要不要听现场唱？清唱，好不好？小段就好了，因为唱歌要钱的。对，他说校长很少直播。我是很少直播。为什么要叫校长？因为我都教大家同学啊，因为我觉得叫是因为有新旧之分嘛，然后老是叫歌迷啊，新歌迷旧歌迷，我就好像有点就是那个感觉
就我觉得这样不好，我就干脆叫同学。大家拢同学的对啊。对，这样大家比较年轻。安尼较少年啦，更较亲切啦，对不？校长你好，校长啊。乔佑同学。啊，对，校长好。校长好。没有啦，就是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要不要听好听唱歌？要听他们说的。真的吗？要听，要啦。丢高家，来丢高家，就高大，袂当存煞。丢高家，爱搁只疼，丢雨伞，放雨开你我。谢谢。哇，我起鸡皮疙瘩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真的啊，听现场真的。希望有机会可以跟那个乔佑一起合唱。因为其实哈，我们的歌路，我们的走的路线啊，你是比较年轻的一些新的。不能这么说。其实我都一直在觉得说，台语呢，不管是用新的唱法，或者是用演歌的唱法也好，我都觉得都不是问题。主要是那个编曲上，我觉得编曲上就是可以改变整个曲调的不一样。哪怕是因为像日本，你也知道很多，他虽然是唱，也有年轻人。然后线上歌手是唱演歌，可是他的编曲是流行音乐对啦，都可以啦，这个是可以的，是不会有任何的。只是说，因为怎么讲呢？路线比较不一样，这还可以。因为文心他是就是像刚刚讲的新式的台语歌，我是较演歌的，我较传统的，对呀，就是较传统的，所以是比较不一样。但是说实在的，我也可以唱一下新的啦。当然，我相信有实力一定可以唱。不啦，对，因为现在公司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是这样子。当然。那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当然有机会，当然就是可以合作，大家一起把这个台语给攻起来。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10几岁、10岁的年轻人，几乎都台语啦，差不多拢无啥听吼，无要听这个台语的歌曲。嘿啦。台语嘛，足少咧讲。我惊种咱这台语的文化嘛，拉愈来愈式微啊，愈弱势。对，因为即摆这些少年囡仔吼，唔是无咧听台语啊，连台语拢袂晓讲。对，拢听较流行的国语啊。我这块专辑所要讲的就是讲，互大家这少年囡仔听到嘛，感觉讲，原来这台语嘛，当用足流行的方式来做。对，只不过是无共的是，这语言无共。对啊，所以吼，你甲看，伊嘛是少年囡仔啊，无，是少年人啊，我嘛无少年啊。是啦，我讲你是，你就是。是啦，真的啦，即摆囡仔，即摆少年人哦，真正足少咧讲台语。是。话甚至袂晓讲，佫袂晓听，拢听无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吼，台语吼爱改继续改传承下去啦。哎呀，这是我们本土的本土的文化，一定要继续传承。所以其实足罕见的吼，像即摆像伊安尼只少年的吼，会想要有这种想法啦。我早前伫应该是6、7年前，我会记迄时阵发天地专辑的时阵，其实我就拢一直有这个想法，是讲希望会当甲咱的台语，毋是敢会当唱演歌尔，其实台语伊嘛当做出足侪无共款曲风的这个足侪变化，足侪变，对，伊嘛当受国语安尼，因为音乐是无国界。系啊，而且台语老歌嘛捌个有新新，系啊，老歌新唱啊，迄编曲若个编过了，就无共款的啊。所以吼，咱这山顶有一寡少年囡仔吼，爱其实有足侪咱的少年朋友，系啊，嘛有咧听台语歌。真的，这样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嘛有咧唱，甚至歌唱比赛，其实你的歌唱比赛嘛有足侪人去唱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谢谢。你的天地，三心两意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天地拢唱到变过啊，唱到天地拢在做变啊。没有，谢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歌真的是唱得太棒了，哎呀，张振凯。吼，你这个名字吼取得怎么跟那个庄振凯那么像？我当初是接到这个剧本，然后看到这个角色的名，我想，张振凯，那个大概差不多。系啊，但还好啦，庄振凯归庄振凯。你敢知影？我的新歌，你那个一家人啊，那个时候一家人的片头，有一家人的片头。就是我的新歌搭上的那一天，刚好你领便当那一天。真的吗？刚收视率多高呢？真的哦。对啊，大家哭爆了。
有了，我就是都要哭惨了。刚才回想做这留言，就是整个非常多。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不，拿高唱，搁高演呐。对呀，啊，迄刚真的是呢，还好，就是迄刚多和搭上我的这首歌，那时候片头曲，然后呢又刚好呢，你领便当那一集呢，很多人看，所以就很多人听到这个歌。我感觉好幸运哦。歌甲戏是爱这有一个结合。结合，因为为什么迄刚因遐便当，结果我的歌名叫啥叫无？用性命爱我。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嘿呀，用性命在。用性命爱我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刚好搭的时机，真的那个搭的时机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刚刚好了。所以呢，刚好嘛，做侪人看，啊嘛做侪人有听到。对啊，迄刚太感动诶！来，爱那西，爱那西，啊，到这张吼，用性命爱我，用性命爱我，支持吼，对啊，把咱的台语吼，好好啊，甲传承，好好甲建好起来。对，爱甲继续甲传承落去。无唔对。系啊，咱山顶的好朋友，不管是少年朋友，还是咱的这个一寡年纪较大，咱这长辈时代，系啊，就是咱你若爱听台语歌，我就继续来唱给恁听。无唔对。而且咱是咧录影呢。刚刚学录影。系啊，但是呢，这真的是重点啦。一家人很好看哦，每一位都很会演。谢谢。但是我说真的啦，文心真的让我真的是让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。因为进前咱伊唱歌做人唱，但是看到你演的戏，底下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在三立的那个戏啊，每一部啊，然后一直在进步，而且我觉得演的真的是很棒，而且也要演你这样就不简单呢。没有了，就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演啊。我的 MV 就是这次我自己演的。你的条件这么好，其实也可以去尝试。我这次我的 MV 的主打歌就是自己演。因为那个唱歌是唱自己喜欢的东西嘛，那可是演戏，演戏是演人生百态，演别人的角色，一起无同款。但是我讲真的，因为演戏足辛苦。对啦，爱背台词。真的，唔是讲背台词。你有迄种比如我这边我的主打歌《用性爱我》，我家己演的，那个很多有内心戏的东西，包括哥家己拍家己啊，献水分啊。这个时阵，阿亮老师，你怎么办？那要来介绍这张啊，人生留下机。来，我在找文心啊，找我。这是我们这个阿亮老师的新专辑，叫做《人生留声机》。我来讲阿亮老师，人生留声机。阿亮老师真正是我蛮崇拜的一个偶像，也做最歌。老师，你要从这边来，对。譬如讲，我足介意有一首歌叫做《为你活落去》，那是去年的。我要为你活落去。但是我敢会使空气，敢通无流泪，我要为你活落去。这样老师你就不对了啊！对，多少也要学。我迄6、7年前啊。你有一条歌我会晓唱。哪一条？请原谅我，你无伫这。这首歌是荒山亮老师帮我做的，老师量身打造的。对。现在是谁的直播？对不起，我乱录。乔佑的直播。老师来，再分享一下啊！这个好歌，好歌一定要分享。你看他们都说今天看到直播都赚到了，真的哈，这么多人入进来了。对啊，老师的新专辑呢，《人生留声机》，人生留声机。要不要唱一小段？哇，开演唱会了！等一下！哇，这样镜头太小了，不够大。那我帮他后面一点。拉后面。没有这样。我们这个椅子没有轮子的自己会跑，很厉害吧？厉害吧？反正呢，支持台语歌，支持台语唱片。对，哇，耶！放心吗？大家一人买20张就会放心吗？放心的买下去就对了。你砸掉耶！一个20张，10个就200张啊哦！耶！
家多多支持哦，多多支持我们的台语音还乐，谢谢。有还有文心的爱那西，强弱的勇气强爱弱的勇气我，名爱我，这个要放大，放大，放大，谢谢。特写一下。特写，每个人都特写一下，都特写一下。可以，好，来来。 OK，没有，我们换这个老师的人生需要大家人生留声机，人生留声机。来，文心的，没有，爱那西，他的好反光哦。对，那个很反光这哦。糖衣的包装，对这个包装真的是很特别。糖衣的底下是毒药，没有啦，听了会中毒的，听了会中，听了你就中毒了，而且甜滋滋的，甜滋滋请小心服用的。啊，小心服用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多多支持台语歌，一定要搞安支持。真的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大家就越来越好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越来越好，然后大家都大卖。咱是不是爱讲拜年节？对哦，对，新年快乐到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把简单的先讲掉了。好，祝大家狗年，有够好嘅，有够侪钱安尼。有够好，大家都跳春，大家看我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这是最简单的，最事事顺心，怎么想？对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，就是想什么都是。这也是最实在、最实际的啦，最实际是不是？来换晶晶。好，那我祝大家。我昨天还去写这个春联，祝大家十全十美，然后跟你的另一半都能开花结果。哦，开花结果，开花结果，开花结果，大家都有好一狗，是，那个是开花结果啊，那个喝果汁里面有狗肉是一样的意思啊，每天都有狗汁可以喝，因为这样狗汁真的快的，结狗都在讲的，结果了，对，因为阿雅，祝大家狗年旺旺旺，狗年一路发发发，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唱片能够发发发，然后呢，祝福我们的唱片都能够发发发，大家都卖卖卖。好，特写。好，来老师的人生留声机，来文心的。现在朋友们要支持啊！还有的有没有要去买爱唱都是片？我们大家的粉丝团按赞哦，我们的粉丝团都去帮我们按赞哦。等一下我们都来分享，大家要支持哦！耶，谢谢大家 ，OK 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飘走嘞，拜拜。